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活的总是爱食米，无人无食米，还阁会通活的。食米有伊人生的意义，毋知每一摆你咧食米的时阵，你有感受到即个意义无？有诶时阵，咱毋通食物件，特别是你巴肚疼的时阵，你食物件对你来讲，可能毋也是无帮助，反倒转会愈疼。有诶时阵，伫宗教生活中间，有一种叫做禁食。禁食的目的，就是即个时阵你无食任何物件，但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灵会甲上帝那亲近。但宗教的生活，的确有一寡规定、一寡仪式、一寡做法，伊的目的拢是要帮助人会通亲近上帝，也帮助咱灵性的成长。总是有诶时阵，这个规定甲仪式过头强调，也是咱有误解毋对的解说时阵，反倒转会成做信徒生命的一个重担。伫旧约时代，律法通过摩西所颁布律法，成做以色列百姓信仰的核心。总是一代传一代了后，因对着律法的解说甲实践，有诶时阵会愈来愈离开即个律法真正的意义。耶稣讲：恁着捌真理，真理就要互恁得到自由。抑佫伫侪宗教生活中间，因为对着律法的误解，有诶时阵人毋是活了真正自由，反倒转感觉伫侪重担内底。但今仔咱所读这段经文内面，马可福音书第2章第18节到28节，这段经文中间牵涉到禁食，就是无食物件，也牵涉到你伫安息日的时阵，你的饮食的一寡规定。伫耶稣迄个时代，有一群不知敬虔的人，伊的名叫做法利赛人。咱千万毋通看轻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因真敬虔的宗教生活，总是法利赛人因对着律法的解说，有诶时阵甲着耶稣对着律法的真实的了解有差距。但这法利赛人会根据因对着律法的了解来批评耶稣，甲批评耶稣的门徒。但伫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若是耶稣为着伊的门徒来做辩护，对因中间这个辩护，彼此中间的争论，咱会通真实看到，伫新约圣经中间，耶稣甲当初时不知敬虔的法利赛人，因对着律法的解说有展现无共款的所在。相时也通过这个彼此中间争论的点，咱会通看到，无论是食物件，也是无食物件，拢有信仰的意义，甲咱的人生的生命拢有关联。更较要紧的，就是伫这场的辩论中间，咱看到耶稣对着伊家己身份做一个宣告。伊讲：我亲像新郎一样。伊阁讲：我是安息日的主。但到底耶稣是安怎通过这款的辩论中间，伊要做这款的宣告？相时，伊这两个宣告，对着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根据犹太人当初时因信仰的传统，禁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灵性的操练。禁食是我这段时间内底检测一个暗暝，检测1日，检测2日，有的时阵检测3日，有的时阵更较长的时间无食物件。无食物件的时阵，会通互你的灵性伫这个所在得到操练。特别当你有为着一寡代志咧忧伤，你为着一寡代志咧悔改，也是讲你为着这样代志，你感觉非常的重要，你要专心一致，通过祈祷恳求上帝的帮助的时阵，你迄个时阵得禁食，通过禁食来敲吹上帝的旨意，也通过禁食来恳求上帝的帮助。圣经用一句话咧描写讲禁食的心境，讲刻苦己心，
就是刻苦家己的心，通甲上帝相亲近。犹太人特别因拄着民族危险的时阵，因全国的民众会做一项代志，就是通过禁戒来恳求上帝拯救伊的民族。以斯帖记记载一个要紧的故事，就是当初时以色列人常常要拄着灭种这款的危机的时阵，因就是通过禁戒来恳求上帝保守整个的民族。但这款的传承到伫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将这个禁戒当作是因生活中间要表现因宗教敬虔要紧的一部分。法利赛人因一礼拜禁戒2日，所以因教导因的学生就爱禁戒。这当初时，这老师嘛教导因的门徒爱禁戒。耶稣的时代，施洗约翰嘛教导伊的门徒，恁也着爱学习禁戒。所以当遮的人看起耶稣的门徒拢无咧禁戒时阵，因感觉真奇怪，因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是安怎耶稣无要求伊的学生着禁戒？所以因就质问耶稣讲，是安怎施洗约翰的门徒咧禁戒，法利赛派的人嘛咧禁戒，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戒？这个意思是讲，你的门徒敢若较无敬虔。但耶稣为着伊的门徒来做辩护，咧做辩护时阵，伊用一个例，伊用的例就是婚姻的宴席。耶稣安尼讲，新郎甲陪伴新郎的人同在时阵，迄个陪伴的人敢会通禁戒？咱台语圣经翻做人客，但是照原本的意思是讲，迄个伴人你咧娶某的时阵，就爱做伴有一寡伴娶哈。咱讲即个伴娶，但即个伴娶的人是指遮的门徒，因为咧质问讲，耶稣你的门徒是安那无禁戒？耶稣讲，我敢若亲像新郎，那安尼我的遮的门徒就敢若亲像我的伴娶一样。当咧喜宴咧进行的时阵，这是一个欢喜的情景。那安尼伫即个时阵，你要禁戒，敢有适宜？所以即个时阵，你若是禁戒的时阵，你反倒是对着即个婚宴的一个破坏。但耶稣通过即个比喻，是要表明伊一个身份，伊来到这个世间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来临是带来福音的好消息，伊是带来即个好福音的好消息的基督。上帝国亲像什么货？耶稣讲，上帝国亲像一个宴席，是国王为着伊所疼囝举办的一个婚宴，伊要娶新娘。伫即个时阵，伊的门徒受着新郎的邀请来做伊的伴娶。伫即个特别的时刻，新郎甲着新郎的遮的伴娶，甲着所有受邀请的宾客，是应该同齐欢喜的时阵。即个时阵并无适宜来禁戒。但耶稣的意思毋是反对禁戒。咱知影福音书中间拢有记载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开始要出来传上帝国的道理的时阵，伊捌伫旷野禁戒40日。所以显然耶稣无反对禁戒，耶稣嘛知禁戒对着人生的操练的要紧性。但耶稣无反对禁戒，但是耶稣讲，我的门徒即个时阵无禁戒，是因为即个缘故。但是有一天，因就要禁戒，所以煞则讲。有一日，新郎就要离开因，那迄个时阵，因就要禁戒了。这句话是咧暗示，有一日，照着伊所预言的，伊会受苦，伊会互定死日过。有一天，伊会死，上时离开这个世间，离开这个门徒。那迄个时，门徒会感受到忧伤，会感受到伤心，会感受到失望。迄个时阵，因有需要来禁戒。但耶稣搁进一步来做一个比喻，伊讲上帝国亲像什么货？但伊用一个比喻来描写伊所传上帝国的消息，上帝国福音，甲着原本已经流传真久的宗教的体系中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新妇甲旧衫紧张的关系，新酒甲着旧皮囊，还是讲旧皮地中间即个紧张的关系。
也所用大家拢会通了解的一个比喻，安尼讲，当你咧补旧衫的时阵，即个旧衫有破空，你即个新布拢还未吸水过的即个新布，你将即个新布该补伫即个旧衫顶悬，因为即个新布会佫吸水，所以即个旧衫你若该补伫迄个所在，迄个旧衫会佫破去，愈破会愈大空。所以讲，毋通将新布补伫旧衫，介无你着将即块布，互伊吸水了后，你较来补即个旧衫。新酒甲旧皮茶嘛是共款，即个新酒伊会佫发酵，所以伊会有力啊，伫即个所在将即个皮茶甲伊撑开膨胀。若是你用旧皮茶，已经无弹性，所以即个新酒发酵时阵，就将即个旧皮囊、旧皮茶甲伊爆破。那安尼，所有的酒也拢败坏。但即两个比喻拢咧说明一项代志：耶稣所传上帝国的救恩，教着伊的教导。你若是用旧的宗教的制度，用旧的宗教的思维，伫即个所在要来甲伊融合的时阵，有的时阵无拄拄好，因为有的时阵你无法度容纳伊，反倒转会败坏伊。所以耶稣通过即个比喻，要来说明上帝国的福音。对着一人来讲是非常新的物件，若是过去传统宗教的律法、过时的解说，甲着一寡做法，无法度容纳即个上帝国。上帝国的信息，毋是为着来修补遮个旧的宗教的制度，也是旧的遮个做法，伊是要对根本的所在来重新来了解宗教真正内在的精神是虾米货，和即个旧约圣经中间所挖靠即个律法。伊真正内在精神是虾米货？一代传一代了后，渐渐对着律法的解说，愈来愈偏差伫原本的精神甲伊的意义。耶稣来将上帝国福音和即个律法的真正意义，真正顶头会通得到真实的解说，上时得到真实的实现。耶稣讲：我来毋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来成全实现即个律法。但这是第一部分。耶稣关的即个禁戒，伊所做的说明。但即个法利赛人一方面因批评耶稣的学生无禁戒，一方面因也咧批评耶稣的学生伫安息日的时阵食物件。法利赛人对着当初时耶稣教着伊的门徒，常常拢有因一寡咧注意的代志，因一直咧找耶稣有啥物款的芳芳，通过遮个勘芳。伫即个所在因要来掠耶稣的把柄，然后要来告耶稣。但有一个某一个安息日，耶稣甲伊的门徒经过一个麦园，就是种麦小麦的即个产地。但耶稣甲门徒因为工作忝，上时腹肚枵，所以遮门徒就随时挽遮的麦穗。然后用手伫迄个所在烧遮的麦穗，将内面遮个种子摕出来即个汁。但因为用两手来烧即个物件，这根据当初时法利赛人对着安息日的规定，就是你用两手来烧物件、摸物件，那安尼这是袂使，这就违反即个规定。安息日有太侪当初时的遮个规定，遮个规定拢互人感觉生活非常的无方便。上时足大的一个重担，所以当遮个门徒用手咧烧遮个麦穗时阵，遮个法利赛人就讲：你的学生是安怎伫安息日做无应该做的代志？圣经内面无记载讲袂使做这样代志，但是伫法利赛人的解说中间讲，你若安尼做，你就违反安息日。但耶稣倒去伫安息日，伊真正的意义是虾米货？有两段旧约中间介重要的经文，这两段中间咧讲到这个安息日真正精神是虾米回时阵？第一个，甲着上帝创造有关联；第二个，甲上帝的拯救有关联。第一段经文是伫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11节，伊安尼讲：上帝伫6日内面创造天地，然后伫第7日就安息，上时将7日分别做成。所以讲，你着按纪念安息日，你将伊当做一个神圣的日。第6日，你着努力拍拼，认真做你的工。若是到第7日，你着耶和华你的上帝
来守即个安息日。我个人捌去到伫德国进修的时阵，迄个时阵有一位即个神学家叫做莫特曼，伊对着创世纪第1章到第2章的注解，互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伊讲，一人将创世纪第1章到第2章的注解，认为讲人的创造就是所有上帝创造的即个高潮，就是介悬的一个即个 Christmas。但是讲，若照圣经的记载，事实上毋是。创造人非常的要紧，上帝照着伊形象创造人非常的要紧。但是创造最后的完成是伫安息日，因为只有伫安息日中间，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包括上帝所创造的人，伫个所在共同伫欣赏，共同伫个所在受到祝福，上帝所有创造一切的好。所以是安息日，确实上帝创造最高潮的时阵。迄个时阵，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已经成，人也已经受造，然后人伫个所在受上帝邀请来进入到伫伊的创造内面，然后伫个所在甲伊同齐来欣赏、来享受上帝所有创造一切好。所以这是安息日甲着创造中间的关联。纪念安息日，就是纪念上帝的创造，以及上帝创造了，互咱会通真实伫即个创造中间，将即个日分别做成，甲上帝同齐来欢喜的一个日。伫以色列民族的经验中间，安息日除了甲即个创造有关联以外，还佫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代志，就是甲着救赎。这是记载伫《申命记》的第5章。《申命记》第5章内面安尼讲，你着守安息日做圣日，亲像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你着爱纪念，你伫埃及咧做奴隶，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权能的手来拯救你，互你脱离奴隶，互你无搁再互人甲你当做奴隶，互你真正得到自由。所以你着纪念即个日。伫安息日的时阵，纪念上帝对你的救赎。安息日正做一个分别做成的日，安息日正做一个生成的时间。咱头才讲创造，安息日是一个生成的空间。然后咱讲拯救的时阵，安息日正做一个生成的时间。伫这个生成的空间甲时间内面，人咧纪念上帝伊的创造。人咧纪念上帝伊的救赎，像是你6日落日拍拼，然后你到伫安息日时阵，你伫纪念上帝伊的创造甲伊的救赎的时阵，来领受上帝甲你三角地地这种生成的祝福。或者讲，上帝原本设立这个安息日，是为着人会通得到伊生成的祝福。即使若无这种生成的祝福的时阵，那安尼安息日就失去伊真正的意义。但耶稣通过安息日原本伊真实的这个意义，甲创造、甲救赎有关联，来了解这个安息日。但是伫当初时，法利赛人因的根据是根据一本因流传真久的一个注解的册，叫做《Mishnah》。这是犹太人除了摩西5经以外，一个口传的律法的一个经典。这本经典对着犹太宗教不只要紧，内面嘛有真侪要紧的一寡宗教思想。但伫这本册中间特别有规定39项伫安息日内面袂通做的代志。这个规定原本圣经内底无写，总是当后尾这犹太人为着无爱以色列人违反安息日的规定，所以因着一点一点伫这个所在来记载。安息日什么代志袂通做？安息日什么代志袂通做？安息日什么代志袂通做？原本安息日是一个神圣祝福的，但是伫这个规定中间，反倒当安息日成做人灵性的一个重担。一人看见安息日讲这项代志也袂使做，迄项代志也袂通做，所以因的心反倒当袂通得到安息。包括一寡犹太的律比，因对着安息日也有这种的批评，因讲。安息日的条例，敢若亲像啥物话？敢若亲像足侪山挂伫一条头毛顶悬。你一张头毛到底会通挂偌济山？
伊讲经文非常的短，圣经观的即个安息日经文非常的短，就咱拄则所讲即两段经文。但是落尾米什纳内面的解说，即个条例却非常的多。咱常常有一句话讲，法律上过多，法令多如牛毛。敢若亲像一只牛，遐尼多的门共款，一种遐尼多的即个法令的条文，反倒当互人的心灵袂通得到真正的自由。法利赛人根据米什纳所谓规定，讲你若用两手去摸去烧即个麦穗，那安尼你就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耶稣对着法利赛人这款的指控，伊无直接来反驳因对律法的解说，伊引用旧约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法利赛人所尊重的一个君王叫做大必。大必的故事，伊用大必的故事来讲，恁这款的解说已经违反安息日真正的精神。这个故事是记载伫撒母耳记上段，大必甲军队伊的人，当初时扫罗要追杀这个大必，扫罗害千千，大必害万万。扫罗惊大必有一天会取缔伊的王位，所以就派人要来追杀这个大必。大必甲军队伊的人就逃走。伫咧逃走的过程中间，捌倒腰经过一个祭坛的所在，伫遐即个圣殿就是当初时会幕所在。然后伫遐有一个大祭司比拿他，伫遐伊有准备一寡只的饼，即个叫做献祭的饼。咱的中文圣经翻做陈设饼咱台语的圣经该翻做献祭的饼。但即个献祭的饼，若照规定，只有大祭司献予上帝了后，然后因会通分来食。只有祭司会通食即个饼。总是当初时，大必甲着军队伊的人，巴肚枵甲无法度，拢无物件通去食。所以到伫迄个会幕所在，就甲大祭司讲：你有啥物物件通互阮食？这个大祭司就将这个献祭的饼，互大必来食。那照讲当初时，这是违反即个所有即个圣殿内面关的即个献祭的饼的一个规定。但是旧约圣经中间特别记载这项代志。耶稣通过这个故事对着这批这个门徒这个法利赛人讲：恁敢无读到这个吗？上帝所爱的是怜悯，上帝所爱的是帮助。当人面对基本的需要、忧饿、健康破病的时阵，安息日是应该帮助忧饿的人会通得到吃饱。安息日是帮助破病的人会通得到健康。你若是用法律的规定，反倒当互这个忧饿的人忧甲死，你互这个破病的人伫咧所在袂通得到医治，那安尼这个安息日敢会通真正显明上帝的怜悯甲疼？安息日毋是要规定互人伫遐无得到祝福，安息日应该是通过上帝的疼甲怜悯，互人会通伫这个安息日的时阵得到帮助。但耶稣反对法利赛人将这个安息日改变做一个条例，改绝对化，改形式化。然后耶稣继续来指出一个要紧的一个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咱今仔所读这个经句。这段经文对咱来讲非常要紧，这是耶稣对着安息日伊的教导中间介重要的一句话。伊讲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安息日的设立的目的是要互人真实得到祝福，特别是人伫六日中间劳苦打拼，会通伫个所在得到休困，会通感受到上帝甲伊三角之地这款神圣的同在。所以安息日毋是要成做人生命的一个重担。安息日的律法，伊真正的精神是疼、怜悯甲祝福，是你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然后你会通体会到上帝对着你的疼，对着你的怜悯，甲对着你的祝福。安息日无应该成做宗教家庭伫一般的百姓才会束缚。安息日毋也是一个会通得到休困的日。安息日伫迄一天，你咧纪念上帝的创造；伫迄一天，你咧纪念上帝对你的救恩。以色列人伫安息日中间停止所有的劳动。来到伫上帝面前，感受着稳定甲伊的同在，
这是安息日应该本来伊原本的意义。伫一天的目的，安息日的目的是互人对这个操劳、拍拼、劳力中间会通得到讨报，唔通过劳死。最近伫台湾发生的代志，就是一寡遮的主管对着遮的员工要求着爱加班、加班、加班，有的人因为加班过头、过劳死，甚至无法度应付遮的主管的要求，最后来自杀。过劳死，这毋是上帝对着人的生命会定着。人毋是要成做工作的奴隶，人是要成做工作者。会通伫工作中间享受工作的成果，毋是要成做工作的奴隶。安息日的设立，拄拄伊的意义伫即个所在，互咱认真拍拼，咱应该所做的代志，总是伫安息的时阵，咱将即个时间分别做成，互咱伫迄个伫迄个时间内底，迄个生成的时间中间，咱会通珍惜咱的灵魂体，拢会通得到休困。这是。第二段，咱看见这个法利赛人规定安息日内底袂当做什么代志，甚至袂当食什么物件。总是耶稣讲，若是安尼，恁已经违反安息日真正的精神。当伫耶稣咧甲伊争论这安息日的代志的时阵，耶稣有做两个宣告。这两个宣告对咱来讲，拢非常的要紧。这是要互咱来了解，到底咱所信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款的耶稣？到底咱所相信的这个基督是一个什么款的基督？伫即个关于安息日安息中间，耶稣宣布伊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我，就亲像新郎共款。当法利赛人质疑是安怎耶稣你的门徒无要禁食，耶稣的回答是讲：新郎甲背叛新郎的人三角地的时阵，迄个背叛的人毋通禁食。耶稣是咧做一个比喻，讲我就亲像新郎共款。那我所竞选的门徒，就敢若亲像破厝共款，因是甲我同齐做伙。当我伫即个所在正做新郎的时阵，因是我的陪伴，因无应该争执。但毋也是耶稣伊家己本身将伊家己比喻做新郎，施洗约翰嘛是共款。施洗约翰也用新郎来比喻耶稣。施洗约翰原本有真侪学生，当时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阵，侪这学生就无搁再跟对施洗约翰，反倒转去跟对耶稣。当时施洗约翰伊无因为即个缘故来失志，也无因为即个缘故来嫉妒。伊做一个比喻安尼讲，伊讲娶新妇的、娶新娘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就欢喜。我因为即个缘故，我欢欢喜喜，我的欢喜得到满足。伊的确要兴旺，我的确要衰微。施洗约翰伫这个所在，将家己比喻，伊是新郎的朋友，伊毋是新郎本身。亲像人讲，你是毋是基督？施洗约翰讲，毋是，我毋是基督，我是为基督做陪伴道路的。所以，伊知伊毋是新郎，伊毋是基督，新郎是基督。那安尼，伊是新郎的朋友，所以听见新郎的声，伊就欢喜，伊就得到满足。然后，伊阁讲一项，这是任何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侍奉基督的人。咱爱学习的一项事，伊讲，伊的确要兴旺，那我会衰微。伊无因为家己衰微，伫这个所在来失志，反倒当伊知，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互基督的道通过伊的努力，会通伫这个所在得到兴旺。当咱看见耶稣，毋也是耶稣家己比喻，伊是称做新郎，包括伊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将耶稣比喻做新郎。但除了这以外，耶稣也阁通过两个比喻来说明，伊本身就亲像新郎同款。第一个比喻是马太福音书第22章，这是关于上帝国的比喻。耶稣讲，上帝国亲像什么货？上帝国亲像一个王为着伊的囝来摆列娶亲的宴席。王所指的，就是这个天顶的阿爸爸上帝，若是囝，就是基督。上帝国亲像什么货？上帝国亲像天顶的爸上帝，为着伊所疼的囝来举行一个婚礼宴席，邀请人来赴这个宴席。这是第一个比喻。耶稣清清楚楚讲，上帝国就亲像一个娶新娘的一个宴席，伊家己本身正做这个宴席中间的新郎。
另外一个比喻也是甲上帝国有关的，嘛是耶稣所讲的，就是咱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17女的比喻。耶稣安尼讲，上帝国亲像啥物货？上帝国亲像17女，因摕着灯，然后咧迎接新郎，咧听候新郎到来迎接伊。啊，其中有5个17女是非常聪明有智慧，因知讲新郎到来时间毋知什物时阵。已经可能是半暝，迄个时阵咱可能已经咧度过，所以因着准备好势，毋也是因的灯准备有油，像是佮另外准备即个油，听讲到时油无够通用。若是5个愚戆的17女，因讲我遮有灯就好安尼有够用，因无做好的准备，总是无拍算新郎到来时阵已经非常的暗。但即5个聪明的17女。迄个灯原本已经强要花去，听到新郎到来时阵，马上有即个油伫即个所在会通去增加，然后会通继续用即个点倒的灯来迎接新郎。若是迄愚戆的5个17女，因的油已经用无无够野，所以因就失去好的机会。但伫即个比喻中间，咱犹原看见耶稣将伊家己比喻啥物话？伊亲像新郎共款。所以，咱对耶稣家己本身，对着施洗约翰，也对着耶稣所讲的比喻中间，咱知耶稣宣布伊家己本身一个身份，伊是上帝国的新郎。那安尼，如果耶稣是新郎，那安尼啥物人是新娘？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11章内面有甲咱说明，伊讲啥物人是耶稣的新娘？保罗伫这段经文内底讲，伊讲恁。就是信主的人，就亲像纯洁的17女。我将恁许配互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遮的会友所讲的话，遮的信徒所讲的话。伊讲：恁来相信基督，恁来知影恁有一个身份。若是基督亲像新郎，那安尼恁亲像新娘一样。以弗所书第5章20到32节。保罗先生搁进一步来做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中间，将基督甲教会中间的关联做一个真清楚的一个比喻。伊安尼讲：恁做丈夫的，就听恁的某囝，就亲像基督听教会一样；做丈夫的听伊的某，就爱亲像基督听教会一样。伊听教会到安尼，为着教会放杀家己的性命，要通过水照着道。来将教会洗清气，诚做圣洁。或这个教会通过伊的牺牲，通过伊的劳血，通过伫十字架的受苦，会通得到洁净，然后会通诚做荣耀教会。保罗煞接安尼讲，为着这个缘故，人就离开父母，甲伊的某联合2人诚做一体。伊讲这是极大的奥秘。宇宙中间有一个足大的奥秘。保罗讲，这个奥秘，翁仔某。会通做伙，诚做一体，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比这个更较重要一个奥秘，就是基督甲教会。所以用人世间，咱会通体会到，原本2个无共款的个体，总是通过疼，会通诚做一体。伫遮来比如，伫上帝通过基督甲着教会中间的一个关联，就是基督甲教会就亲像新郎甲着新娘共款。新娘所指的是啥物货？就是教会。教会是指啥物货？是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教会伫还未甲基督成婚进前，伊是17女，就是甲基督完成这个婚礼了后，伊就成做基督的新娘。启示录甲咱讲，这个羊羔娶某的时间已经要到。这个新娘也爱家己备办好，新娘爱备办好，就是爱穿幼地布、光明清白的衫。这个幼地布就是信徒义的行为。咱若诚做耶稣基督的新娘，咱就爱做一项事，咱毋也是因信称做义，通过耶稣基督相信伊，咱互上帝称做义。伫咱称做义了后，咱的所行所做，就爱符合上帝的救恩。符合上帝救恩所行出来的行为，就是诚做义的行为。耶稣基督若是新郎，
那安尼，咱在座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咱要成做伊第一，咱要成做伊新郎的伴娶。咱要同齐进入到伫被上帝为着伊所备办的婚宴。第二，咱也通亲像咱配合伊的一个十室女，咱摕着灯来准备伊会阁再来。当伊阁再来的时阵，咱要受邀请到伫国度内面，成做伊的新娘。当咱是耶稣基督这个新郎的陪伴时阵，咱甲伊同齐行，伊到伫倒落，咱对伊到伫倒落。当这位基督新郎完成这个救恩，被定十字架离开咱的时阵，咱会感觉咱敢若孤单，咱会笑念伊为着咱将咱对罪恶赎回倒来，承受十字架的苦难，咱得忧伤。兄弟姊妹，咱仰望十字架的时阵，咱为着咱家己的罪忧伤无？咱为着咱所徛起的土地，一人的罪恶得忧伤无？咱为着咱国家民族的罪得忧伤无？当这个忧伤的时阵，就是你通禁食的时阵。因为这个时，基督无伫这个世间甲咱3年，所有世间好食的物件，甲所有烦恼的物件，袂通真正满足咱的心灵。就伫禁食的时阵，咱笑念伊，咱甲伊3清困。迄个时，咱要禁食；迄个时，伫禁食中间，笑念伊的赦免，甲着伊的安慰，然后伫这个禁食中间，听候伊会阁再来。咱也轻信这样事，主应允咱讲，我的确要阁再来。迄个日子、迄个时辰，无人知，所以咱咧听候时阵，保持谨慎的心，就敢若亲像迄个5个聪明的十室女，毋仅是准备灯，就爱准备膏亚油。这个膏亚油就是圣神的开力。咱毋通亲像迄5个愚公的十室女，因有准备灯，总是准备无膏亚油。到主过来的时阵，迄个油无够用，你就失去好的机会。耶稣毋仅是对死过活，相时伊有一个应允。咱若相信耶稣基督，亲像旧约先知所应允的，基督的确要来，基督果然阁再来。若是基督的家己本身，甲咱做一个应允，讲我的确要阁再来。伊若是阁再来，伊要得到权柄甲能力，伊要太赢所有撒旦所有这撒旦邪恶力量，要来起造伊的国度。当伊阁再来的时阵，咱有一个身份，咱若是伫伊内面，咱是跟对伊的道路，咱要成做伊所听的新娘，要甲伊同齐进入伊为着咱所备办神圣同在的路。但这是耶稣通过安息日的经论中间，伊来说明伊的身份。咱也知耶稣的身份是新郎的时阵，咱也爱得知咱家己本身咱的身份是虾米货。但也通过安息日的食物件、无食物件，耶稣也宣布一项事。伊毋但是宣布伊是新郎，同时伊阁宣布我是安息日的主，表明伊是用人子的身份来了解上帝律法，也来实践上帝律法。伊讲了非常的清楚，我来毋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来成全律法。但伫这个所在出现一个要紧的用语，叫做人子。但人子是虾米货？人子的本来意思是指人，人的囝，人子就是人的囝，所以是指一般的人，卑微的人。伫旧约圣经中间有2位先知对着这个人子，互伊特别的含义。第一个是以西结先知，伊讲人子是虾米人？人子是上帝谦卑的奴仆，就是欢喜做上帝的奴仆，同时谦卑来侍奉上帝人。这个人会通称作是人子，也通过这个人子尽心尽力的服侍，伊落尾伊成做上帝所高升的基督。这是旧约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所讲的人子。所以咱看伫旧约中间已经出现人子，耶稣特别当伊来到世间的时阵，伊咧称呼家己的时阵讲我是人子，有这3层的含义。第一，伊是成做人的囝；第二，伊是要做上帝卑微的奴仆；第三，有一日伊互上帝所高升，成做得胜的基督。耶稣一生拄拄显明人子这3层的意义。第一，伊道成肉身，成做人的款式；
伊取了罗卜的形象，尽心尽力来服侍上帝，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即款牺牲的侍奉。通过即种谦卑的服侍，伊互上帝升做至权，赏赐伊权柄、荣耀甲国度。所以耶稣伊用人子的身份来宣布一项事：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因为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立，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所创造。所以人子伫安息日也有即款的权柄来做即款的宣布。耶稣对安息日拥有伊的权柄，伊解说安息日真正意义，详细来实践安息日所要带予人真实的自由。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拄拄咧甲咱讲，耶稣对着律法的解说，有伊介悬的一个权柄，伊互咱顶头倒去到伫安息日真正意义，详细互咱真实伫安息日中间，会通享受上帝的创造，甲着伊的救赎。安息日会通帮助咱真实来得到真正安息。希伯来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安尼讲，上帝为着伊的百姓保留一个安息日安息，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的生命会通真正得到休困。这款的安息超越了所有安息日的规定。这款的安息是人伫上帝内面，甲上帝好好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安静，上是得到安心。律法本身袂通互人的心灵得到讨放，就是伫安息日，你咧遵守安息日时阵，如果你若继续活伫罪的捆绑甲规定内底时阵，你的心灵袂通得到讨放，袂通得到自由。若是耶稣的福音是要互人伫罪恶中间得到讨放，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耶稣关于安息内面有讲一句非常要紧的话，伊安尼讲：既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到我遮来，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有人讲，咱活伫这个世间，足侪代志爱做，真侪劳苦，真侪重担。咱中间有啥物人是劳苦中间背重担的人？请听这句主耶稣要互你宝贵的话：既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到我遮来，我的确要互恁得到安息。安息日是咧纪念耶稣伊的创造甲伊的救赎新生命。安息日毋是一个死死板板的规定，安息日是一个稳定的象征。伫基督内面，咱无需要搁靠着家己的努力来遵守这的规定，来得到上帝的欢喜。伫基督内面，咱通过信心来接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为咱所做成的工，伊要互咱的创造，甲伊要带互咱的救赎。人子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咱若跟对伊，咱若相信伊，咱会通伫伊内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亲爱兄弟姊妹，咱通过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通来学习一个要紧的代志。无论是禁食，无论是啉食，实在是拢有灵性的意义。通过禁食，咱会通刻苦己心，归向救赎咱的主上帝。若是通过啉食，咱会通享受上帝创造万物的好的稳定，甲着所有的祝福。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休困，拢有伊灵性的意义。通过工作，咱服侍上帝，咱成全咱的生命，咱荣耀上帝。若是通过休困，咱是咧享受上帝神圣的同在，互咱的生命会通伫伊内面得到安心。兄弟姊妹，请听主所讲的话：既若劳苦背重担的，通到我遮来，我的确要恁得到安息。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将阮每一工所需要食物来赏赐予阮，互阮的生命无伫到伫夭饿。阮也感谢你，互阮有工作，互阮会通过工作得到阮生命实现，也得到教育阮所生活所需要遮的金钱。主，阮要为着坐伫即届川普政府裁员下面，突然间失去工作，阮的兄弟、阮的姊妹，你恳求。主，你管讲工作是神圣，
因为通过工作，阮会通见证上帝的形象。一个互人剥夺工作的人，主求你着怜悯。阮为着阮中间有兄弟有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突然间失去工作，阮恳求主你帮助因，互因伫你内面找到工作。对川普所失去的，对上帝你来甲伊补足。主你甲阮讲，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欢喜，互阮伫你内面，生命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自由，也得到真正的活心。主帮助阮，无论阮近者来亲近你，无论阮远者来享受你，拢互阮感受到对你来祝福。无论阮做工来侍奉你，也是阮做工了休困来得到安息，拢真实活伫你的恩典内面。陪阮的上帝，阮以后阮的生命，无论食也是无食，无论做工也是休困，拢是伫你神圣的恩典内面。祝福阮史蒂比斯所有兄弟姊妹，阮活伫这款的祝福内面。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